沈小姐你好，今日多謝你抽空出席加馬都慈善基金希望之光嘅專訪，希望透過你嘅分享，令到更多患上腦科疾病嘅朋友以及佢哋嘅家人都得到一啲鼓勵。不如講下當初係點樣發現自己身體出現問題？第一次咧就係2015年開始咯，有一次就覺得身體冇咩力，就覺得好攰，即係加上我啲經期又停咗啦，咁就嗰陣先30幾歲，睇醫生會唔會更年期到啊？醫生話冇可能啦。當時我就即刻報私家，就係照嗰個 MRI 咯。MRI 係啦係，照出嚟之後咧，真係有個腦垂體瘤。腦下垂體瘤係啦，收尾咧就揾腦外科醫生啦，即係私家啦、政府啦，咁樣真係啦同步嘅。第一次係左眼，左眼咧就慢慢係開始蒙嘅，過咗2個禮拜都係咁樣，睇文字啊睇嘢就蒙晒，好模糊。醫生就車眼啦，睇下視力啲範圍，即係評估一下。係啦係啦，第一次我係瑪麗。因為就都好快同我做手術，做出佢話係良性，唔使擔心。做完呢個手術都恢復咗一段時間啦。之後到咗16年又復發咯，第二次就係右邊啦。第一次左邊，第二次就右邊啦。所以我就去私家又做咗手術咯。即係又切除咗。係又切除咗。後來又係點樣認識到加馬都治療呢？之後至到舊年開始，即係右邊啲視力又係同前幾次一樣，係啦。即係24年啦。24年係啦，就等到7月份，都揀咗喺瑪麗醫院做咯。做完之後就差唔多恢復咗半個幾月，差唔多。點解左眼又有啲朦咯？已經係手術之後㗎啦。係啦係啦，手術傷口都未完全好返嘛，所以要嗱聲揾醫生睇咯。咁又真係呢個瘤又復發咗，係交叉位嗰個位置。朋友啲介紹下咧，就係識到何醫生咯。有睇到香港有一台加馬都，有加馬都基金咁樣。但係我呢個 case 比較複雜嘅。何醫生同埋我哋主診醫生啦，咁傾過，始終又 keep 住保持咗呢陣左眼啲視力嘛。好多人唔明白，佢靠近視神經同埋血管好近，就唔可以完全切除咯。都有做完手術先可以做加馬都。後咧等恢復咗3個月之後，12月何醫生話就做加馬都呢個時機係最好，即驚嗰個瘤又走咗出嚟咁。做加馬都之後就嗰個瘤係縮細咗，黐埋血管神經嗰個縮咗一半咯。咁就我都好開心咯，好多謝，好鼓舞，係啦，最主要好鼓舞。基金喺邊方面為你提供到支援？前後我就做咗2次開瘤，4次從鼻做，2次加馬都，其實都前後都8次。個瘤其實都10年啦，都影響到做嘢咯。即係經濟上梗係你話有冇困難，梗係有啦。我覺得睇到有何醫生話有加馬基金咯，係啦，慈善基金可以試下申請啦。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加馬都治療嘅過程？治療嘅過程就係瞓喺嗰度都就係唔喐得，因為就係因為固定咗。係啦，固定咗，你喐咗嗰個視線嗰啲位置咧，就係移咗位。即係你聽住嗰啲音樂啊，咁慢慢享受呢個 treatment，輕鬆度過。其實我之前我都唔明白嘅，係咪一把刀啊？咁了解咗之後咧，其實唔係一把刀，係192條光啲射線就係好強嘅。咁射落嗰個腦入邊咯，即係好精準。有時做手術係做唔到嘛，有啲位係啦，始終嗰啲血管神經，所以加馬都係一個最好啲選擇咯。你都係一個性格都係樂觀嘅人。係啊，我諗住即係都問題可以解決啦嘛。即係其實我舊年嗰啲心情都好低沉，好低。係啦。點解咧？都不停地諗，都會影響到睡眠嘅，都會諗起太多嘢咯。自己都唔明白點解又復發咯。即係有啲嘢，身體啲嘢，我哋預料唔到，所以我哋積極面對咯。有病就去醫咯，最主要自己開心樂觀啲。
梗係每個人都有情緒啦。譬如我工作我都遇到好多困難，我都唔好話發脾氣，一定要解決個辦法咁諗咯，交俾醫生。醫生可以解決啲問題就係唔係問題啦。呢個腫瘤對你身體最大嘅影響係邊方面？呢個腫瘤初係影響唔大嘅，醫生都緊張，即係包括政府醫院啦、私家醫院啦，即係好盡責同我車住啲眼啲視力啦、身體啦、荷爾蒙嗰啲啦指標嘛。舊年到今年咧，我啲視神經有啲受損，所以視力啲問題。我又有生活喎，我一樣有工作。梗係會影響啦，咁因為我有睇好多文件嘛，冇辦法做眼做好多嘢，係做眼係好珍貴嘅。其實有啲朋友有咩事啦，又揾我，我又去幫下佢哋啦。咁所以我自己一定要堅強。個個都話其實咧係良性，唔使驚啦。其實我第一次係真係唔使驚，之後復發幾次咧，其實我都有啲驚。只有每一過好每一天，其實就會好啲咯。咁即係你日日唔開心都係咁過，開心又係咁過，係嘛？明白。最主要係有病就係醫咯，病咗我哋一定要堅強面對。其實世間上好難預料話病，有時只不過年紀唔同，有啲可能幾歲，有啲係可能60-70歲，我就30幾歲已經有呢個瘤啦，差唔多10年。呢個10年我不停地去醫院啦。除咗睇醫生啦，但係仲處理好多嘢噶嘛，工作啊、生活啊，每日充實自己嘅上堂啦、讀書啊，咁樣都有噶，把壓力變動力，咁做每日做多啲嘢就冇壓力啦。你又有開腦嘅經驗啦，係啦，同埋加碼刀，其實兩者治療前後或者復原方面都有好大分別啦。復原快咧就肯定加碼刀啦，即係其實冇咩感覺嘅，係啦，唔使麻醉啦，唔使流血，唔使開刀，唔使痛啊嘛。至少嚟講，你話手術咧就一定你又動刀啦，又即係流血啦，又驚啦，喐唔到啦，有段時間恢復身體咯。咁我覺得加碼刀係冇風險咯，恢復快咯。你又驚做手術開刀啊，咁喐唔到啊，咁呢個咧就呢個 treatment 咧就相對嚟講就簡單輕鬆。做完之後都翻工冇問題㗎，不過20嚟分鐘就好快過去嘅，就會好翻。係啊，而家都係平穩咁樣康復之中。康復嘅過程裏邊，飲食啊各方面啊，有冇啲唔同咧？煎炸嘢食少啲，最主要，因為煎炸嘢嘅反式脂肪好高嘅，食多啲菜咯、生果咯，都係咁咯。即係每樣食啲啲，你先有啲營養健康啊，係啦。間中跑下步啊，或者做下屋企嘢啦，種下花啦咁。朋友啊、家人都比較支持咯。咁最多謝 Sammy 啊，以及仲有May 姐啦，咁多謝佢哋即係咁支持我啦，鼓勵我啦。一定醫得好呢個病。有冇一啲說話同病友分享下？一定要自己加油，除咗屋企人支持，你自己唔加油咧，就好難面對咯。其實醫療喺香港都係數一數二，喺全球嚟講所以唔使擔心。呢樣做唔到，另外一樣醫療可以幫到你咯。咁樣自己係要同自己打氣，其實唔使驚嘅，真係一定有辦法醫到呢啲，即係唔理係 cancer 啦，係良性瘤啦。聽醫生講，經濟上你話病咗，經濟方面受唔受影響？肯定會受到好大影響啦。真係有困難，你可以申請嗰啲慈善基金。呢個都係我哋嘅宗旨。你覺得醫生同醫護人員俾到你邊方面嘅支持同鼓勵呢？何醫生俾我好大啲鼓勵咯，佢好有醫德咯，好有耐性，講解病情啦，每一處咧都係講得好仔細咯。多謝何醫生啦、何太啦，咁就感謝加碼多啲同事啦，所有嘅馬路哀，仲有同我做治療嘅同事啦，瑪麗醫院嘅李醫生啦、梁教授，仲有杜醫生，多謝吳小姐、陳小姐、Grace 啊，多謝，總之多謝唔晒，太多啦。你都要多謝自己，多謝我自己，心入邊好感激咯，都俾到你好多鼓勵，希望病友加油。
俾自己最大啲支持同努力，希望即係自己走日唔使睇醫生係最好嘅選擇啦。係啦，唔該晒，多謝晒你嘅時間。